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31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原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当选无效确定之后，议长补选的问题马上成为焦点。针对新议长人选，各党团拢有家己的打算。民进党方面已经做好补选的准备，不过国民党的态度保留，不排除串联无党联名，合作推出人选，或者是推动卖补选。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无党联名，目前只是希望维持现状，由副议长郭信良代理议长职务。原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因为贿选案30号经过高分院判决，确定当选无效。面对议长的击溃，民进党已经做好补选的准备。不过，以现在拢总55席议员来讲，民进党只有24席。如果再加上台联的杨忠成、甲无党籍古木哈少，也只有26席。所以必须再寻求2席无党议员的支持，才有法度过半。在针对议长的人选，民进党团认为也是需要尊重党内议员的意见。人选的部分，我们会通过民主的机制去产生党内的候选人。那通过大家公推民主的机制来产生这样，因为都还没有征询意愿啦因为昨天也才才判决确定嘛，那所以所有的作业也都还没有正式进行。那我们党团的程序会这样，就是先会进行每个议员的这个意愿征询。那议员征询会有人表达的话，我们再从有表达意愿的人这中间来进行民主式的这个的推举方式。另外，在今年5月27号，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将输掉台南市议会成为全国第一个采取议长选举记名投票的地方议会。对此，民进党团总召林怡静也希望借着该法案来约束党内的同志。投票是一直我们民主进步党一直强力推动的，那也算是阳光法案嘛，那其实也过关了嘛，所以是一定要记名投票。所以这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的这个记名投票，就展现在台南市议会这次的议长补选。那记名投票当然对于团结党的力量的作用是大的。就是说党内因为是记名投票，所以变成每个人的投票行为都很清楚的展现出来。那所以对于约束党内的同志的部分会比较清楚一点面对李全教失去议长的职务，国民党团表示尊重判决，但相对民进党已经做好补选的准备。国民党团只是认为需要再做讨论。议长改选，还说要议决，议长要不要改选议题？我们近日会召开党团会议，共同集思广益，研议对策，来准备未来面临议长要不要改选，或者由议长由大会议决不改选的议题，我们会审慎的评估来做最后的决策。如果议长确定要补选，那安尼无党籍议员将会是这场选战的关键角色。但目前无党联名的立场，也是希望维持现状，由副议长郭信良来代理议长的位置，以维持府会和谐。佮为着选举，大家无遐尼侪代志，佮大家拢伤感情，一寡议员大家拢敢若冤仇人无好。我无希望安尼啦，这嘛毋是台南市民的福气啊。所以看像即届安尼府会和谐莫去因为选举，佮大家来拍拍感情。像即摆那个会长他代理得很好啊，大家拢和和气气啊，袂个讲像以前安尼毋签名啦、毋报道啊、临时会开袂成啦、定期大会也开袂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针对民进党到底是要由谁出来代表选议长，甲决定定数，市长赖清德伫上午表示，充分尊重议会党团自主决定，并强调原则甲价值比补选胜败较重要。不管是谁出来补选，伊拢期待提名人会当全力以赴，争取民进党议员以及无党籍在野党议员的支持。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长即回将有可能会进行补选，不过民进党团也未确定推派人选进程。议员董品娥上午透过记者会，率先公开支持赖美惠参选。不过伊也强调，不管最后代表的人选是甚么人，伊拢会全力支持。2014年12月25号的议长选举，国民党议员李全教以29票赢过民进党议员赖美惠的26票，成为台南市议会第2届议长。不过后续一连串的贿选风波，经过一党外的审理，让李全教第30号确定失去议员甲议长的资格。针对这个结果，议员董品娥认为，等于是幸福赖美惠一个公道，并且佮透过记者会公开支持伊参加议长补选。我想，这是还给赖美惠一个公道，而且我也全力的支持赖美惠。我希望这次的议长改选，我们的党团同仁同志可以团结，把逝去的、丢掉的议长再度的拿回来。我相信这也是符合民意、回应民意，因为黑金改革我们做到了，我们也希望就从这一刻起，地方不再有黑金的政治。不过，议员董品娥也强调，无论党团最后推派谁出来参选，伊拢会尊重决议，全力支持。同时也呼吁党团团结，将议长的位置摕回来。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近来纷纷了了，议长甲副议长拢有官司在身。昨李全教则被宣判议员当选无效，同时失去议员甲议长的资格之后，今仔日下晡，副议长郭信良涉嫌向官田港铁收取汇款一案，嘛正式宣判，结果是宣判无罪，幸福的清白。会长郭信良嘛是目前民进党籍的代理议长，被指控涉嫌向官田港铁公司收出700万，答应超环境影响评估议案。去年被台南地检署依照贪污甲诈欺处财2项罪嫌提起公诉。干31号下晡3点，由代理审判长陈钦贤宣判。宣判被告郭信良甲助理2人因为罪证不足，拢无符合贪污甲诈欺要件，宣判无罪。对此，郭信良本人甲委任律师拢无到场听出宣判结果，显示代理议长郭信良自头到尾拢坚持清白，司法会行一个公道的讲法，真正得到平反。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表达对国军保卫国家的敬佩，国际赛组会300抵湾区特别前往台南空军基地进行乐军活动，并且递奖20万的加彩金。国际赛组会300抵湾区第9专区第17分区由区总监徐富达带领所属延平赛组会、城都赛组会、凤凰赛组会以及南英赛组会等4个分会，选伫93军人节进前来到台南空军基地进行慰劳。会中，国际赛组会也赠送20万乐军活动金，予空军基地。要来感谢军队对保卫国家辛苦的付出。请第10区分区蔡基隆主席致赞本连队慰问金。我们空军在这个平时的一个精实的一个训练，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总监以及各位狮子会的这些委员，还有我们的民航站的这个前辈，能够对军方今天所给我们的这些支持跟协助，那也希望在93军人节的这一天，我们所有的军人都是跟我们总统所说的，我们都能够穿着军服，非常堂堂正正的这个在外面购物、逛街，
这就是我们提升军人的一个尊严最好的一个方式。今天第17分区的分区主席所举办的，还有4个分会一起举办的这个绕军的活动，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狮子会就是在企业有成之后，所聚集起来，为社区服务所做了一些活动。所以今天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棒能够邀请这么多的师友一起来参加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快乐学习友谊服务，就是要落实社区的一些活动，一些社会服务。出现这届乐军参访活动，同时嘛是西友的台南航空站主任林新民。在乐军活动当中，也赠送基地10台货物行李手推车，方便军方搬运物资使用，也显示台南军民合用机场在军民行协同努力之下，做伙推展飞航业务，共同为国家甲台南市拍拼决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要看这马上到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长赖清德选伫开学这礼拜，全拢学校向学生宣导反毒、反恶、反霸凌的重要性。在民调局中举办的宣誓，就强调，应做友善校园，爱为家己做起，有任何问题，就爱马上欢迎寻求协助。我坚持拒绝毒品，爱惜身体。有学生代表传领全体师生大声念出誓词，显示反毒、反恶、跟反霸凌这个议题是每一党拢会持续推动的。目的嘛，希望当结合社会，共同推广友善校园。让每一个来到学校学生拢当有健康的学习环境。我们来到学校就是要求学，别的同学来到学校，他也要求学啊。所以我们除了本身做起，我们不要去参加帮派啊，不要去吸烟，不要去接触毒品以外呢，尤其呢，我们不要去欺负弱小啊，不要欺负弱小。不管我们本身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我们本身遭遇到怎么样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们都不可以把这个怒气转给学生，转给其他的同学。尤其是根据统计受到霸凌的同学呢，常常是身体上他可能有一些不便，或是在学习的成就上面不如一般同学的这个标准要帮助他们，不是欺负他们。那如果我们本身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切勿移转，我们要寻求老师的协助，寻求校长的帮忙大家共同的在我们求学的阶段做好同学，做好朋友大家互相帮助，然后把功课把它好好的学习。我觉得这个未来呢会更加的有帮助教育局表示，开学的第一礼拜是友善校园周，为学生营造健康、安全、友善的校园环境是目标，嘛是责任。所以各级学校宣导防治校园霸凌，防治学生业务滥用，以及参加不良的组织。另外，消灭天高这等等议题，拢相当用心，希望借此为了共识，做伙来拍拼。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交通局为了鼓励大学生多多利用公车来代替机车，
除了陆续调整18间大专以后，拢有公车开入去校园。现主席佮进一步推出，只要坐满20架公车，都有机会抽电脑、甲相机等等的大奖。欢迎大学生伫开学以后做回来坐公车。根据统计，旧年度死亡车祸当中，有20个是18岁到24岁少年人，其中19个拢是骑机车。所以交通局为了降低这群大学生的交通事故，不断鼓励因坐公车代替骑机车，同时调整公车开入校园的政策。到今年8月15号，伫南台科技大学设立以后，全市18间大专院校学生拢有机会伫校园内坐公车。对此，交通局进一步为落实这项政策的美意，经做出抽大奖的好康，希望让学生养成坐公车的习惯。我想那个最主要是因为有鉴于现在那个大学生骑机车很频繁那我们为了配合就是说公车入校园这个活动，我们现在已经说到台南市18所大专院校其实都有公车进去。那当然进一步说，我们为了要吸引我们学生可以搭公车，所以我们又做进一步的宣传活动。那有别于以前的实体宣传，我们现在考量说大学生，现在大家都使用那个社群网络的媒体嘛，所以我们透过这种网络虚拟的方式，成立这个大学生台南搭公车这个粉丝专页，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吸引大学生可以来多多搭乘我们的公车。面对该项安全利便的政策，加附加抽奖的好康，嘛普遍得到学生的好评。我觉得其实对那种通勤的学生蛮方便的，虽然就是他公车的时间可能会有受限制，但是其实这方面的公车其实还不错啦。对，还专程载到学校，就不用再走路啊，或者是再转搭计程车或什么，其实蛮方便的。我觉得这个政策蛮好的，因为像是我们学校前门啊，那边的交通真的超级乱，然后尤其是中午的时候，然后而且我们学校停车位其实不太够，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假如有公车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坐公车来上学，然后下课的时候就坐公车回去，然后就可以不用造成交通大乱这样。不过，想要参加坐公车抽大奖学生，得赶紧上网登录电子票证的卡号，并且伫10月24号之前坐满20班以上的符合资格。等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台病院甲永信药品公司正式签约合作，未来双方将会结合互相的优势，做伙开发临床药物，加速研究的时间，做好更加侪人。长期致力于药物甲医疗器材临床试验的新台病院，30号甲永信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临床研究甲试验合作意向书，开启双方对着药物研发甲临床试验合作，未来将结合双方优势，为早期药物研发阶段，就展开全面性的合作，有利于加速药物临床研发。成功大学是一个顶尖大学，顶尖大学，还有我们有医学院，还有整个很好国立医院的整个设施，这是我们第一样在软硬体上、人才上还有硬体上，这个是我们第一项强项那第二项，因为国家有10大那个所谓生技的核心平台就做一些那个临床前的试验，或者说一些比较基础的医学研究有10个平台。然后唯一走出台北这个平台就在成大，就在这上面。那上面有一个平台在6楼有一个平台，其实对台湾很多生技公司还是药品公司做很多药物的筛选，几乎每天都满档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强项。那第3个，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成大也很重要，像我们那个柯主任跟苏主任他们所领导的那个临床试验中心，还有癌症中心，在台湾都数1数2的所以我们有这3个后盾来提供那个贵公司当成那个临床试验开发及一些临床试验一个很好的后盾今天真的很高兴当然，过去永信公司对研究发展也不遗余力了我个人的研究是做 YC1 那我想在 YC1 目前它是一个非常一个 breakthrough， 就对那个 NO 的这个所谓效果的增强，对它 receptor。大概增强大概将近100倍左右，目前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多，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我要感谢
委员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对未来生技医药的研究，我们是能够吸收。今天当然是这个意向未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不是能够跟贵有更进一步这个合作的发展的机会了。现代病医整合了优质的医疗能力甲前瞻的研究团队，扮演台湾医疗甲研发的重要推手。永信公司也将持续提供上好药品，增进人类的健康。未来双方将会就研发、临床试验、技术转移等等方面来合作，成为三合合作的最佳典范。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40分，对将全国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8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